山来去台南东山区一个60多岁姓詹的妇人人，半暝1点钟，伫咧产业道路骑奥多摆船仔倒车，引起到伊头壳弄着伤。妇人人毋知讲伊人到底伫倒位，一个敲电话互伊后生，因为讲毋着地点，消防人员头尾找4点外钟，找到下裤价未分火，将机尾就要靠民众经过报地点，这个妇人人才互人找到解决问题。 救护人员咧询这个负责人的伤势，问看讲有外伤无？因为伊骑奥多摆家己摔落去，互这个警消人员伫半暝3更找4点外钟。有弄着头无？找到的时，看到这个负责人，伊的眼神硬硬，敢若亲像去吓惊着共款。意外发生伫这个环境1点外，台南市东山区60多岁这个姓詹的负责人，伊骑奥多摆伫产业道路跋倒去，头受伤。因囝接到伊的电话了后，毋过伊地址讲袂清楚，毋知家己到底是跋伫什么所在，才来互大家找规半晡找拢无。尾下还是靠伫遮过的民众报案，才通赶紧来救人。 那因为深夜期间，山区的道路非常的崎岖，而且暗沟非常的多，所以直到清晨5点的时候，我们才在大洋的部落发现了占路的机车以及人员躺在产业道路旁。半暝3更暗扫扫，负责人家己摔落嘛，毋知伫倒位，互众人找规暝，甲在尾也顺利甲救着。只是这款暗夜惊魂，恐惊的嘛，互这个负责人永远会记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